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礼拜日就是国庆日咯。军方早起伫总统府前来进行着国庆进前最后一届的空中并列的仪演，出现一个小插曲，就是吊挂着国旗的其中一台的直升机，因为旋翼这个零组件发出着怪怪的声音，所以临时取消着任务。嘛，当时伫这个时机点，中国昨阁派出着大规模的军机闯入着咱的西南边的防空识别区，总共有56只，是有史以来上侪只的一届。为10月初1以来，阿强派出来扰乱台湾的军机，总共有149只。行政院长苏贞昌痛骂中国愈来愈过分，国防部长邱国正嘛来承认讲，这确实是对国军造成着压力。两台阿帕奇直升机互 VCH 4怪运输直升机挂史上上大国旗，今仔日透早国庆进前上尾一摆伫空中全并列仪演，不过讲好两批国旗机队敢若出现一批。一架 7H 4怪直升机前旋翼区异音，旋即依计划要求该小组的飞机任务取消，返场落地。航调部强调，国庆迄天会照原本的计划，有12型机、47台经过总统府前，不过解放军昨嘛阁派出大批军机，占16战机、38台轰六轰炸机12台，所开30战机、18反舰机，和空警500翼警机分别2台，总共56台到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创下新高。台湾一定要警觉，中国是越来越过分了，我们一定要增强自己，团结一起，增强国力。想要并吞台湾的国家，才不敢轻易动武。10月这4天，就有149架出境机骚扰台湾附近空气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嘛讲，国军面对真大压力。这压力也是对我们来讲一个助力，督促我们做好战备准备，造成了这个台湾的人民呢的严重的这个反感。所以呢，我们想这个共军呢应该要自己要知所警惕，而且呢要自我节制。刘委会嘛对北京严重迫害即马台海和平稳定的状况，佮相关区域紧张表达严正抗议，嘛要求中国随停止非和平、无负责任的向下行为。